呢，就其實係我上一首歌《不欠你一個朋友》嘅下一集嚟嘅，咁希望可以表達到就係少女追求愛情嘅嗰種態度咯，嗰種比較直接啲同埋積極嘅態度。所以其實今次錄無名份狀態係都算順利嘅，我諗我錄咗2-3個 section， 同埋我好似都知道佢想要啲咩，所以我都好開心，成個即係錄音嘅過程都好順利咁就。而家係凌晨嘅12:34，好精神。呢個 MV 就都有包括上個 MV 嘅一啲嘅元素啦，包括珍珠奶茶啦、益力多啦，同埋有隻我袋呢個嘅公仔啦。同我阿媽啱啱食完飯，跟住就去準備event，跟住再接 MV，即係我好耐都冇試過一個咁充實嘅一日咯。大家記得留意我首新歌《無名份狀態》，希望你哋會鍾意啦。總好過不明